我的手机开，我看吧，你看吧，就这样的，那可是。第一次观察羊拉手，我家乡羊拉手，手上交情羊拉手，满场成羊拉手，阿拉江水有我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有我金河美景让你有个多味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有味。不管天猫新万来，大家一起来。不许观战羊拉手，不应江山羊拉手，松冈大群羊拉手，马鞍长城羊拉手，阿拉家最有我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家最有我金河美景让你有个多味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有味，阿拉家最有我带你逛一逛嘞，阿拉家最有我金河美景让你有个多味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有味，阿拉乡生活都还没拍过。哦，拍。拍的他们拍多。
从来也好让你们的长老长老陪着长老陪着养老，我上你三家，你妈家好啊长老陪长老陪着长老，他都东山山里，东山的身份在里，老年把都是老年，都有个坏人在里头，生把都是老年，都是哪娃他也在里，老年把都是山里，都是日本家人在里，多大的来告诉你我加一加一。金先生的课程很多哟。是有快快的吗？然后还有那个哪个来？喊那个，再喊一个。帮你学一下。人从来也跑上你那天上把枪了，别给他讲了，别给他讲了。我从来也跑上你那天上把枪了，别给他讲了，别给他讲了。我刚走的山下，你妈家的跑了，讲了，别给他讲了，讲到了东山下面，东山的山上。他们小厂，小厂，移动那边嘛，那个嘛，很多啊。要不要一起过去？要不要一起过去？都不行。我老叫。然后放一点儿。
北京很久了，很久没去了。哎，换个北京，其实这边记得有那个北京多，你在那里跳都可以，在那的北京跳都可以。找一个广角的，才2个人那种。那边那个北京我给试了一下也可以。还有个。你看嘛，这个位置，主要是我的那个交际不够，不然的话就横起那杆拍，很舒服。你用的501.4啊？只用那个拍，广角的没拿。是在远点的。对，就在那边不好拍，还3个人的嘛。在你们多远？27那个变焦的也有好处，但是清晰度我始终觉得没得502好。主要是光圈小嘛。你用大光圈拍多人还是挺舒服的。我觉得还是要带大光圈，特别是你在晚上拍的话，你白天的话你可以用小光圈。然后白天阳那个光线不正常。光线它是很好的，白天光线。小鸡汤都不拍了，太多了。还取一汤的小鸡汤，哎呦，这个真是。我拍的不是你们那种几秒钟几那种，我拍全是几10分钟的。好了。主要是我要后期做嘛，我还要后期调色。不是直接发的，我后期还处理好了嘛。单人处理力就多了，单人还给他加美颜拉长，还加力气，杂七杂八的。单人的工序太多了。有些他们自己加工。他们有些不会嘛，他们一般都是提垃圾就发。像个小气西他们就直接把原生发些，他直接都发了，给他啥子他直接发。我想到要让他发嘛，给他们还是给他一个好一点的嘛，他做好一点嘛。好像黑牛给他的都是原生，都没处理过的。双蛋错的也是他们黑牛拍的。这选择。昨天晚跳得到吧？昨晚是05了嘛，就2个选择。我说拍几个选择，天天拍这几个，拍都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拍太多了。3个我拍不下，这个定焦的。定焦的啊？501.2那个。501，你咋子今天定焦了呢？比较清晰些。不用电焦了。电焦用的舒服。就27嘛。我带的8。我带那个这个带那个小的。有些想用那个片。我用85就够了。我用那个片。85拍出来爽得很。这个一般的得2周。50的不行了，这个距离我都觉得要上10，上100多的那个焦距了。这个85都不咋成得拍。那么我用85拍的。50真的不行。50我都没用了。它距离嘛，50那个距离真的。它站得远一点，干嘛？里面不是站得远，它主要是你就算你再狠劲，那虚化不好，真的太普通了那个虚化。你可以自己调啊，调1.2，这个需要就有虚化。其实不用在里面拍用100、105那个105就够了。这个就不用跟着他们跑就完了，直接扫一下就完了，我觉得。然后跟着他们跑。我跟9年都在，本来明天是去康定的，那边他们有个活动。
就可以拍噻，我拍了。相机都非常的棒。数不到了。小李子社会奇迹。19号，康宁那边又有活动。我问那个甘子问的一个朋友，他在那边受过调研，甘子县的可能下了。19号。那边市区的那个朋友说的报，他们。哎，他那个25的那个屏幕是不是比一般的要大一点？不差不多吧？他们8号去你看嘛？比噻。具体没说是哪个地方，或者说在康宁那边。有电视嘛？关不上。是不是安多卫视吧？康巴卫视。康巴卫视安多。康宁那边一般是康巴卫视。那就进不去了嘛？去不到。而且没啥子看到的，那个比赛。小弟今天他们婚礼哪不去了？这么远，我都不知道是谁，我不知道。你说的哥哥还是弟弟？那认都认不到，没得可是。这去真他们肯定去。他们好像去了，我看曲多儿他们去了。对，曲多儿还有嘎青也去了。嘎青没去。多吉也去了吧？多吉在一起了。多吉和那个嘎青嘛，做嘎嘛。嘎青没去。他在直播的嘛。在罗嘛。哦，那就做嘎去了。做嘎去了。对。跟那个多吉两个人去了。哦，他们在直播的嘛，还有咏春儿也去了。咏春儿在直播。帮他们老家生产。咏春儿那个一西呢？罗马今天没几个人在跳。这边人也少啊。可能境外去的人还少，罗马去的可能多一点。说清楚，他不是本人。你这个200多个人还可以。少了就信号不好看嘛，卡得很。不是，我感觉好像一到这面来的信号。做的一把的说那就结束，我们是的可罗说大学毕，提前就吃样样说嘛比你说，我有几笔个咋了说的。罗有几笔个子了说的比你哦，对，下不擦出去就。个彩色的干嘛说了别急，上几句东北都给他说发表明。也俺当没说你那就说指望真的个家说家配友，指望真的个家说家配友。弟弟说没东西比那工作，娘家说他的当他就比这，他的说那把我的比起点点的，吃了说家去配比他同意。弟弟没东西你说那用做，说娘家看的当他说家。他进来嘛，莫比说点点的，说吃路也去陪比说个同意，吃路也去陪比说个同意。干上的那同意说干上你说个同的。前你是干同意，点点是说我们给你说也去中国
难扎营。这次我们那么用着一丝钱，我懂说你那都一个意思中，那么说他们这个亲密他看得出，家去说冲他的能干为说，前面那么用着说一丝钱，说着东西把到底说一丝车，那了他们这个亲密说他看错，说家去冲他的能说干为说，家去冲他的能说干为说，家去冲他的能说干为说，这是。长了，拍不完，看不完。还跳个1分钟嘛。我看见我还没在哦，我在这拍几个灯嘛。我走了吗？他没有走，他就那个结婚了嘛，他也去了吗？没有，没有去。那个永川还有永川去了嘛？确认去了嘛？哪个结婚没说？清楚的那个哥哥结婚。哦。他问我，青州邻居我说我也不晓得啥个结婚的。我也是青州的那个一个朋友。啊。他叫我过去，就是在那个新都桥那边。